师叔，是他们。两位施主，请留步。师叔，就是他害死了昆仑派的谭敌人。晚辈华山令狐冲，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老衲法名方生。原来是少林方子辈的前辈，晚辈身受重伤，礼数不周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少侠不必多礼。哼，很了不起吗？打击少林方丈便是方子辈的。师叔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如果真的有伤，又怎么会杀了谭兄？哎，少侠，能否让老衲瞧瞧你的伤势？德诺，带几个人四处查看一下。是师傅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娘，是呢。肯定是令狐冲，他知道我们要去福建，所以特地派人埋伏在此处，想赶尽杀绝。爹，师兄，师妹，冲儿不会这样的，冲儿他不会这么师傅，做的。师傅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个荒村。大家都受了伤，若敌人再来袭击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？少侠，你不是华山派的。在下的确是华山派的，是华山掌门岳不群收的第一个门徒。可你为何又练了一身邪派的内功？一言难尽。师叔，谭兄死得蹊跷，你一定要为他主持公道。姓谭的恃强凌弱，见色起意，死有余辜。你敢强词夺理！哎，谭师侄乃是中毒身亡，不知施主贵姓，与五毒教蓝教主又如何称呼？本小姐姓任，和蓝凤凰素不相识。姓任。原来是黑木崖圣姑，失敬失敬。方前辈，谭敌人是无时无的鲜血才中毒身亡的，这事儿跟任小姐没关系。姓谭的对我无礼，我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灭了昆仑派。莹莹你，我不想为难二位，二位放下武器，随我回少林寺，等方丈师兄发落。方生前辈，那还啰嗦什么？动手吧！
少侠好剑法，前辈冒犯了。想不到风清扬前辈的剑法，如今居然尚有传人，实乃武林幸事啊！前辈认得风师叔？在我早年行走江湖时，曾受过风前辈的恩惠。你既是独孤九剑的传人，必不是妖邪一派。独孤九剑？风前辈没告诉你这套剑法的名称吗？倘若今日不传授于你，这套剑术用不了多久就会随我一起埋入黄土。本座就对不起独孤前辈了。想必风前辈是不会在乎这些粗枝末节的。这是我少林治伤灵药，你服下吧。晚辈的伤，非药师可医，就不糟蹋灵药了。你的伤势确实古怪，若要保住性命，恐怕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大和尚，你快说。我少林寺有一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，名为《易筋经》，应该能治少侠的伤势。只是要修炼这门内功心法，讲究缘法。我方丈师兄胸襟广大，或能与少侠结缘，传此心法。太好了，你的病有救了，咱们这就动身吧。且慢。《易筋经》乃少林寺不传之秘，也是正派的武学最高心法。令狐少侠若不和魔教划清界限，恐怕掌门师兄不肯传授。大和尚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令狐少侠本来就不认识，只是碰巧遇到而已。你好好治病吧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。令狐少侠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又是名门正派的高弟，切不可与妖邪一流为伍啊！大师美意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只是我亏欠莹莹的太多，若为了贪生怕死而辜负她，此生良心难安。老衲好言相劝，少侠三思啊！大师恩义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咱们圣姑号令群雄，杀人不眨眼，是谁惹得他这么伤心难过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坏了任大小姐的名声。哎，怎么敢半路而逃啊？你疯了吗？不练易筋经你会死的，自然是你性命要紧。走。哎呀，那我问你，那我要真跟方生去少林当了和尚，你怎么办？只要你心里有我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做和尚也好，还是跟别人在一起也罢，我就都不在乎。
只要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我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。傻子，你不在我身边，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不想练什么易筋经，就算和方丈大师练个断仙术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我就想现在跟你快快乐乐的守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